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这个海外机构外媒唱空咱们的房地产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昨天咱们节目说了这彭博社小道消息、小作文说中国房价下跌速度加快，官员承诺支持。结果今天高盛来了一个更狠的。高盛说未来几年中国城市新房需求将比2017年峰值低75%。什么意思北京综合讯说，国际投资公司高盛集团预计，由于人口减少和房价下跌预期打击投资兴趣，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城市新房需求将比2017年的峰值低75%。据彭博社报道高盛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人口下降和城镇化速度放缓意味着中国民众对住房的需求下降。随着业主出售空置公寓，中国的房地产投资需求可能会转为负增长。高盛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狄安竹与中国经济师尚辉等人引述自己的计算结果称，未来10年，中国城镇对新住宅的年度需求将从2010年代的年均940万套降至2025年至2030年的年均410万套，远低于2017年2000万套的峰值。报告也指出在房价预期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在可预期的未来，投资性房产持有者可能成为市场人的净卖家。高盛集团对中国楼市走向的悲观预测，为中国停滞不前的房地产行业未来蒙上了又一层阴影。这是第几层阴影了？前2天彭博社已经蒙了一层阴影了，这高盛也来2连击这是经过多年供过于求的情况后，中国房地产行业一直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挣扎。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新建住宅价格创7个月来最大跌幅，表明官方去年9月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应正在消退，药效已经消失了。这个也奇怪了最近这海外机构开始不约而同的唱空咱们的楼市，尤其是高盛这个浓眉大眼的。我觉得高盛它是个严肃的这个投资机构吗？2002年、2003年，高盛说咱们是叫 L 型复苏，然后一直也没告诉我们我们是在 L 这一竖呢，还是在 L 这一横。从去年9月份这个胡适突然来一个疯涨疯牛这高盛就开始说咱们这个人民币资产开始赚值钱了，说外资纷纷看好人民币资产，是不是高盛说的？高盛天天在吹喇叭抬轿子。就在前不久，高盛还给咱们列了一个。这是对应美国这个美国是科技7巨头他给咱们也整了一个是10巨头还是7巨头也是科技的结果我认为他是高级黑。为什么高级黑呢？因为他把百度、他把拼多多都叫做科技巨头也跟美国的英伟达、特斯拉、苹果相提并论、相媲美。这个高盛就已经开始乱来了。今天突然他又莫名其妙180度大转弯，恶意唱空咱们的房地产市场。也就是咱们未来几年这个新房需求只有2017年的75%，也就跌掉了3/4呢，峰值大减75%，只剩下25%嘛。这个高盛我可以说是非常不着调说不定过上1个月他又说这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已经到底了，为了赚钱呢，也是脸都不要了建议有关部门好好的对高盛审查一下，看看他适合不适合在中国继续从事他的业务。高盛这种一会儿看好中国资产，一会儿又唱空中国资产，让人情何以堪呢？让他的投资者怎么把握呢？我认为即便高盛这次说对了，那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是他碰上的。我们还是看看国内的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国内的专家说的比较靠谱，这个国内专家比较稳定，对吧？他这一直是稳中向好，闭着眼睛稳中向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会长、研究员柴强在中国建设报卷文指出，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从数据本身看，70个大中城市中，各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均环比下降，显示5月份房地产市场较前期有所回落。随着各项稳楼市政策陆续落地生效，房地产市场保持总体稳定。近期
中美贸易谈判达成重要共识，以及6月13日召开的国常会，这些都有利于房地产市场信心修复。你看看，还是国内的专家说起来比较让人信服啊，一如既往的稳中向好。这海外的机构就像个神经病，一会儿好一会儿不行，一会儿唱多一会儿唱空。我估计有很多炒房的那些自媒体啊，那些博主，还有那些中介，恐怕已经准备好痛骂这个高盛了啊，要积极举报高盛。我们再看看这个财信研究院公布的一个数字啊，当然了，它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央行公布的数字啊。他做了一下解读，他说资产负债表衰退真实案例，1到5月份啊，2025年啊，1到5月份，居民部门新增贷款不足6000亿元，占全部信贷比重仅5.4%，为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峰值期间的20%。这么一说的话，高盛说的啊，比2017年要跌掉75%也有可能啊。你看这个信贷啊，咱们1到5月份的这个居民部门新增贷款比峰值啊还不足20%呢。这个居民部门的贷款呢，长期贷款啊，它基本上就是房贷，就是按揭贷款。这么一说的话，好像高盛这个预测也不像是危言耸听啊，但那也不行，对吧？这种墙头草啊，那必须要把它赶出中国市场。2009年以来是最低的一个值，那也就是说啊，这没人买房啊。今年1到5月份，实际上贷款买房的非常少啊，少之又少。央行的数字骗不了人的。今天我在网上又看到一篇文章啊，又是一个不着调的写的啊。他说北京外围房价已跌回2016年，相当不着调啊，这属于唱空楼市啊。他这么说的，他说深圳辐射的惠州房价跌了大约50%，上海辐射的昆山房价跌了大约50%，但是北京外围的南方各地至少下跌了60%至70%，非常惨烈。比如燕郊，他说房价整体下跌了70%左右。首尔田城皓月园从2017年峰值2.7万，如今仅剩1万左右，甚至很多房源的成交价不到1万。福城上城5期从2017年峰值的2.8万，如今仅剩8500元左右，整体成交均价基本上都在9000以内。天阳城从2017年峰值为3.3万，如今仅剩1.2万左右。曾经的环城一线市场，全国第一税城，也是房价暴涨暴跌最惨烈的片区，如今正在一步步跌落神坛，回归市场最原始的样子。燕郊距离北京仅仅是一条潮白河的距离，但是不管从身份认知还是市场认知，都存在巨大的断层。其本质区别就在于，潮白河以西是北京，潮白河以东则是河北。除此以外，燕郊虽然在行政上归属河北，但是相比于北京广大的行政区域而言，极低的房价依旧是吸引大量北京人的好去处。毕竟这里距离北京的核心国贸交通距离仅仅在1个小时左右。当然了，这个1个小时是要刨去那个检查站的啊。假设检查站，这不算检查站的时间，检查站的这个时间可长可短，短了10分钟，长了1个小时、2小时。这也是为什么燕郊会被称为税城。说实话，这个文章唱空啊，我是不信的啊。我现在只信胡锡进老师，因为胡锡进老师他真的在那买了一套房，对吧？我想知道胡锡进老师那房到底跌了70%还是80%啊？就以胡锡进老师那个房啊为准。胡锡进老师总不只是唱空吧？实际上，房价下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房价下跌还卖不掉，没有流动性，就砸自己手上。这个河北燕郊的房价这个惨烈程度啊，实际上大家留心一下啊，也能感知到，就是网上最早出现免费送房子的就是燕郊，也就是跌到什么程度，跌到那个资产的残值啊比银行贷款还要低，所以这些房奴啊干脆把房子送出去不要了，只要你替他还按揭贷款，那房子免费给你，你每个月接着还贷款就完了。这个是吧？这个3年前最早就是从燕郊啊传出来的，你就知道一定是房价跌得太狠才会出现这些事啊。如果房价跌得慢一点，钝刀子拿肉啊，这些业主都不至于把房子送出去。一说到燕郊的房价，我又想起了一个人啊，这很多年纪大一点的网友恐怕都知道，就是10年前10几年前在网上比较火的一个叫作家呀，叫穆增美，他后来就流落到燕郊，在那儿炒房，买了好几套房在燕郊啊，然后他天天算他已经资产多少钱了。当然了，很长时间已经没看见过他了，好像已经被封杀吧。这个打击
我觉得恐怕比胡锡进老师那个来的猛烈的多啊，因为他好几套啊在燕郊，他是在燕郊炒房，用身体写作赚来的稿费被这些无良的开发商或者是给收购走了，惨痛的教训。他这个文章还挺长的啊，我们就不介绍了，因为这个他没有胡锡进老师权威啊，对吧？我们也看到胡锡进老师什么时候现身说法，就是说说他那个房子残值还有多少。我看有媒体报道啊，说2025年4月北京二手住宅价格指数为311，重返2016年8月水平，较高点437下跌了29%。上海二手住宅价格指数为271.5，重返2016年3月水平，较高点385.8下跌了29.6%。广州二手住宅价格指数为346.4，重返2017年3月的水平，较高点511.5下跌了32.3%。深圳二手房住宅价格指数350.8，重返2016年7月水平，较571.5的高点下跌39%。这个都是一线城市啊，二手房啊，都已经回到了2016年、2017年。这么一看的话，高盛他预测的好像也不算过分呐，但那也不行啊。你高盛是一会儿唱多，一会儿唱空，一定是别有用心啊。我们再看看这个瑞银呢，他发了一个调查这个报告啊，叫瑞银证据实验室在4月完成最新中国住房调查显示，他说报告房产处于账面亏损状态的房主比例已从2024年9月的29%升至47%，而报告账面盈利的比例则降至30%。这种负财富效应存在明显的城市分化，一线城市的房主平均仍维持小幅账面收益，但2、3线城市的房主则普遍转为净亏损状态，也就是小半买房人已经亏损了，已经没有规模巨大的接盘人群。账面亏损的这个房主啊，2024年9月只有29%啊，今年的4月，也就是7个月以后啊，已经升至47%了，就一半的人买了房子都是亏损的。这个财富缩水多厉害啊！又有多少人被套住啊？又有多少人一旦这个失业，他马上就陷入危机啊！这个格隆会啊公布一个数字啊，叫2000年以来，也就是这25年以来啊，中国亏损工业企业占比的一个变化，就是每年工业企业有多少盈利，有多少亏损，它比例分别是多少？这25年来啊，它这个数据显示啊，2024年中国亏损工业企业占比达到近25%，创下自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1/4的工业企业在亏损，这是什么概念啊？4家企业里面有1家就是在赔钱的。这个工业企业指的是规模以上的啊，小作坊的都不算。我看这个亏损最低的时候是2011年，那时候亏损的只有10%不到，也就是10家里面只有1家在赔钱。这个或许也说明了啊，为什么大家就业难、找工作难、收入低，对吧？收入不涨、降薪的原因啊。你说4家企业就有1家在赔钱，这是亏损的，那利润下降的就不算了啊，这只是说亏损的，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形势啊。我们再看这个央行数据啊，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住户存款余额161万亿左右。第一季度啊，按照中国人口14.1亿人来算啊，人均存款11.4万元。大家对照一下啊，如果你的银行存款人均啊11.4万，你们家要是3口人，那就是33万、34万，有没有拖后腿？虽然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值啊，实际中存款分布并不均匀呐。据相关数据，中国居民存款中位数大概在5万元左右，意味着一半人存款不足5万，而且90%家庭存款不足10万，70%的家庭存款低于20万，前10%的家庭掌握64%的金融资产，后50%的家庭仅占5%的金融资产。这个数字啊，也可以通过这个招行的金葵花数字啊，相验证啊。这说的就是比例啊，这个金葵花占比啊，截至2024年末
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在零售客户中的数量占比2.5%，资产占比为81%。那这个就说明问题了。尽管金葵花客户在数量上仅占少数，但其资产规模在零售客户总资产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2024年末的金葵花数字啊，零售客户总数是2.10亿户，就是招行的储蓄用户储户一共是2.1亿户，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数量523.6万户。那金葵花以上的客户占这个招行储户的2.5%，但是他们拥有的资产占81%，这什么概念？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的二手房似乎也遇冷了。今天媒体报道说杭州二手房成交量3连跌，以价换量彻底失效。6月截至16日，成交只有2983套，这个指的是杭州的二手房成交量以价换量彻底失效。杭州二手房3月冲顶11134套后，成交量已经3连跌，4月份是7969套，5月份6534套，你看逐步下降。那么6月份现在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还只有2983套。照这个算下去，6月份很难超过6000套。也就是杭州二手房交易3月份达到顶峰之后，后面就是自由落体惯性下滑，二手房继续疲软。这个对杭州的炒房客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又要睡不着觉了。进入6月这个各大城市新房销售基本上是断崖式下跌有媒体报道15个核心城市每天住宅成交量统计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一共是15个重点城市。截至6月17号，6月份截至6月17号，新房销量同比下降54%，也就是6月份的这个新房销售量彻底垮了，而且是越出高越往后越低。那照这个趋势的话，到月底那下降更厉害。所以要以更大的力度来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不知道这更大力度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政策是大招还有什么大招可使呢？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6月18日，东莞市万江街道发布万江街道购房人奖励实施细则，明确对在万江购置新建商品住宅且办理入户的业主，每户奖励1万元，就你只要在那买了房，你入住，送你1万块钱红包。云财经报道是6月18日，根据微信公众号淄博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消息，购买首套房和2套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夫妻双方均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80万元上调至100万元，也就是你可以多贷给你加杠杆。但是这些对楼市有什么决定性作用吗？能起到维稳的作用吗？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视频这个是1818环境眼报道，有个人买了房之后那就买了房之后要装修他一装修他就在里面开始胡敲那个承重墙，敲那个房间里面的柱子，导致楼上楼下的人都担心大家看视频陶女士先把记者带到了15幢，她说从15幢的连廊能看到对面20幢的情况。从这边可以看过去嘛，阳台外面每个都有一根柱子，看到了然后他7楼就是把这根就是构造柱给砸掉了吧。现场可以看到20幢的东边套和西边套阳台上都有一根黑色的柱子。陶女士他们反映的那户人家透过阳台玻璃没看到黑色的柱子。陶女士说，最早发现问题的是7楼楼下的业主。然后他第一次敲的时候，然后物业那边也跟他说了不能敲。然后他就好像是停了大概有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隔了1个礼拜6、礼拜天嘛，然后他又找人把它锯掉了，然后直接推倒的，然后我家就听到了嘛。然后我家的灯那个上面的水晶还让它震掉了。6楼业主说，当时他去楼上找7楼业主，对方没有让他进门，之后他也是跑到15幢，远远的看到7楼阳台上躺着一根柱子。开发商明确，包括这个销售经理都明确表示了这个堵墙是不可以砸的。然后我们找物业说我们也不会给你砸的。我问了这堵墙能不能砸，如果能砸我可以买别人铺套的，但是他说不可以砸的，所以我才没有买。所有整栋楼查的话，本来这个楼就27楼。对不对？那我们楼上是不是更危险？陶女士带记者去了20幢边套的一户业主家。陶女士说，这家的户型和7楼那户是一样的。现场记者看到，这户人家目前已经装修入住，阳台上的那根柱子还保留着。砸了之后可能更亮堂一点。对，就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很亮堂嘛，就是感觉很宽敞嘛，就是。
找到7楼那户业主家，记者敲了敲门，里面没人。陶女士说，7楼的施工已经被物业叫停了。住建局呢，在都给他发了一个整改单，要求他就是进行一个但是发整改单的话，他不是发的这个恢复这个柱子，他是发的是恢复这个阳台飘窗的这个整改单，因为他是就是住建局反馈的是说他这个就是针对于这个柱子的问题，它是不是承重结构啊？所以说它不影响这个楼体承重啊，不是承重结构。对，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设计院给出的这个回复说，这个柱子它是一个构造柱，它不属于承重。记者希望物业能帮忙联系7楼的业主，物业工作人员帮忙联系7楼业主后反馈，业主不愿意进行沟通，表示可以去社区了解情况。记者从前清街道新城社区了解到，今年4月份，柯桥区住建局发函称，20幢7楼所拆除的阳台和客厅之间的构造柱，经房屋原设计单位认定，在设计上属于非主体承重结构。附函中还有一份房屋原设计单位给绍兴柯桥房地产管理中心的回复函，其中也表明20幢7楼所拆除的阳台和客厅之间的构造柱，该构造柱在设计上属于非主体承重结构。188黄健记者报道。实际上我建议啊，如果你也买房，最好不要敲墙，你在墙上打一个小洞是可以的，搞点小装饰是可以的，承重墙不要动它。其他的墙呢，你倒是可以稍微调一下。为什么呢？一旦敲出事了，对吧？那你可就麻烦了。这个是有案子的啊，是有很多这个例子的。那经常有人装修，最后导致一栋楼啊成了危楼。虽然事后证明啊，这个7楼啊，这个阳台上这个柱子它不是承重的，它属于那种装饰的啊，但最好都不要去敲它。它里面的墙它就是一层砖呐，那个你可以把它推掉啊。如果是钢混结构，最好不要动它啊。如果你喜欢改造，对吧？你不如自己去买块地自己盖去，想盖成什么样盖成什么样，满足那种有人喜欢这样啊，大拆大建的。去农村找一块宅基地，想盖成什么样盖成什么样，或者去农村找个老房子，跟人家签个协议，把它整栋楼给改了。这种商品房楼上楼下的最好不要动它，否则后悔来不及啊，后悔晚矣啊，对吧？一旦出事呢，都是大事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